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在首脑会议期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计划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并有意向提出中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的种族歧视、同化民族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当地时间6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南非出席了金砖国家外交部长正式会晤，并在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吉尔吉斯前总理因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最大能源合作项目爆出腐败案被调查，5月29日因此再次被国家安全委员会传唤，并禁止外出和离境。打破加沙封锁代表团组织者阿拉丁·巴塔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由阿萨姆·约瑟夫博士率领的来自7个不同国家26人组成的援助队，为缓解遭封锁加沙的物资短缺，运输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在以色列和伊朗冷战期间，双方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以色列部分学校已安排学习波斯语，为与伊朗可能发生的网络或热门战争提早做准备。当地时间6月2日，在法国巴黎，一个受脚亚姆食肉恐龙骨架化石在埃菲尔铁塔一层展出。该恐龙化石长 8.7 米，高 2.6 米。专家估测，恐龙化石估价120万到180万欧元之间。